天涯來，愛的酸的花變嘅愛，天涯來，愛嘅腳步不急不慢。天涯來，寫拍嘅酸的又強又快。天涯來，天色暗中夜眺望來。無聊，唔是講假，無影無擦，不牽不掛。天涯來，愛嘅他。天涯來，天涯來。耶！哇，鄉親朋友，你家下談到嘅係米莎佢帶來嘅新專輯地圖嘅新歌，天涯來，愛的酸話變嘅暗，有點長。大家來分享你點解來邊嘅馬莎其實你解米莎分享。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米莎。耶！哇，剛才那個是新歌，就是新專輯的歌，應該這樣講。對，也不能講新專輯，應該是新歌哎。好，然後跟我來，我知道船停靠的岸，對，好對，然後所以泰卡，你泰卡有感觸嗎？哪個感觸會按鈕你啊？我聽歌的時候，我都覺得哦，我好像真的被他吸走了，我真的跟我來，我真的要跟過去。對，然後上了一艘小船，然後飄啊飄，唔知要去哪邊嘅感覺，唔過到底去到哪邊，你自己去想想。啊，我去想想，我去到一個輕輕鬆嘅地方，然後可以放下我一身的疲累。對，你係我嘅感覺，唔知你嘅感覺係樣嘅。不過呢，你哈，恭喜你！耶！對，因為今天真的請感謝吼，米莎做的來到鴉片吼，恭喜你！我們這次這張專輯金曲獎是大豐收。最佳客語專輯、最佳演出專輯、最佳客語歌手、最佳作詞人獎4個大獎，耶！哎，我覺得哈，就是你知道，我們還是很俗氣，所以不免俗的還是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你嘅心情很用。你話啲多專輯因為都好嘅熱氣藝，都好同朋友去客山那張專。哦啊，下山嘅時間就談到，哎，專輯因為咧，可是時間要講，其實我知道我也算是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那種人吧，就一開始覺得，哎。心情還冇乜該太大的波動，就講哦，用一筆啊呢，就打電話同媽媽講一聲啊呢，爆米章天天就出到講哇了拜，因為那種專輯真是係，其實我大擺都會啦，最用心做出來嘅音樂，最用心做出來嘅專輯，不過說得到安尼嘅因為嘅一種肯定就講。
平时欣赏也好啊，也係講有談過呢種專輯嘅朋友，就係大家出到講呢種專輯，特別本行卡當然談到呢係最歡喜嘅一件事情。真嘅哈，你知道我真的很壞，你知道我都很想要問歌手買事情，就是公布入圍那一天你是知道的，對不對？你知道那天要公布入圍，你知道？唔知啦。哦，你不知道，我還以為奶爸都給佢故意去 catch 散有嗎？想說會緊張哦，所以你不知道。唔知。哦，所以那真的你黑到下山之後，那真的就是一個大的禮物跟驚喜哎。係啊，就講因為我禮拜去catch 散特別久，我禮拜去嘅超過一個禮拜，半夜7夜第3檔後，就講真人會有一種不問世事的感覺，我睇到上下嘅事情，老外就冇乜嘅關係啦。我說一下要轉到我哋還要切換一種身份，我哋係音樂創作嘅啊，我嘅作品有人按肯定佢啊，就有一種一下要轉到這個世界嗰種感受。大家都新冠講乜嘅入圍就是肯定嘛，對不對？我們要實質的肯定，我們要實質的肯定，我們不要只是入圍就是肯定。不過真的太開心了，因為其實大家提過哇，這張專輯有一個4個入圍大獎，我們覺得好棒，而且其中有一個大獎最佳作詞人獎，做你講真嘅太獎，我嘅感覺係安樣嘅。呢個獎本來今年出到真歡喜，因為一方面係。因為做了種專輯，來寫了種專輯的歌詞，我真是喺上天入地，一直去尋找那一些意象跟想要表達嘅事情。我想你等一下都得來講。真的，等一下可以來講一下，因為要不要看到幾個歌詞，真嘅是用畫面去想象，真的係一種感受。不過其實簡單講起來，就是這張專輯對於 Misa 來講，也是真的是很用心、嘔心瀝血啦。做啲人講，不過。你要不要簡單來講一下你這張專輯的整個理念？因為我第一年那張專輯其實係去年嘅6月，這樣決定去做嘅。而且我覺得時間蠻快的，都半年嘅時間。其實冬假。對，你就做做出安樣嘅專輯，還係講至少寫歌編曲嘅時間。所以要不要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張專輯距離上一次3年前《百葉生》對到現在有冇該不一樣，或者這張專輯特別有冇該理念？我出到我自家做創作嘅時間啦，我一直都有一隻自家嘅脈絡，就講其實創作嘅東西，佢會聽聽創作人本身生活嘅變化也好啊，經過乜嘅事情，讀到乜嘅事情，嗰種人生安尼影響，創作想要講嘅東西也會冇同樣。呢種專輯我想要做比前一種行卡疊群就人嘅種集體意識也好啊，也講集體無意識，因為前一種白夜上講係很多夜晚的東西嘛，跟動唱1、3年第一隻呼呼嘅見度 murmur 啊，但係呢啲種藝就想要看到行卡到老身邊冇相樣嘅人有關係嘅東西。我嘅算佢係來自於法國的一個哲學家安多福克，佢有一本作品安多瘋癲與文明，佢就講到啲15、16世紀嘅世界，15、16世紀嗰種時啲歐洲有黑死病、鼠疫，還有暴民有麻風病，就啲在那2個世紀當中，就是整個肆虐這樣子，東人。就像我們現在也有新的一種疫情，傳染病那種病情這樣。但係嗰種時呢，醫療不發達，嗰時候當人佢發病以後呢，佢身邊嘅人啊，就講可能本來係我嘅福他人啊，本來係我嘅愛人啊，但係佢發病以後，佢變到唔識嘅，佢變到怪物，佢變到唔像人嘅，不像人的樣子。嗰時候家頭就會留這種異己。我冇了解嘅東西，我看唔識嘅東西，我就是把它丟上船，順電水路安尼流出去。呢種很想愛出到，其實一出到安尼掠下嘅沙飛，莫講掠下有疫情安尼，就講呢種很想一出到電影嘅生活地度，重複的在發生。嗰套呢種專輯就講，我去描述很多。我哋冇想看到，我哋冇了解，我哋講幾個事情。其實很多東西我們排斥它，係因為 anyway 講，啲東西當然冇共用啊，呢個東西我用把人撈給對方咯。我說我出到人撈人之間啊，尤其不同的族群，或者是不同的
爱的倾向也好啊，不同的一些想法也好，彼此之间就会有一种我无法度共发、无法度对发这种失语的感受。我想爱描述失语的族群彼此之间，其实每一只族群、每一只工人也好，它都是一朵花，佢有自家嘅香味，佢有自家嘅色，佢有自家开发嘅世界。故说，当你了解，其实每一个生命它是个体，每一个族群它有自己的香味、自己的颜色。哎，你其实没需要去讲佢，这就像一座花园一样，你不会懂讲嘛。真的。其实米萨公暗涌的概念在里面，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的歌词，你都做得看见或是感受暗涌给感觉。对，事情总会有一体两面嘛，对不对？有时候不太敢会讲一面刀两面刃。其实影敌到底光跟影子是好，他们是好还是不好？其实会强下嘅。好，我爱去讲述会暗涌，就大家用嘛个精彩嘅故事做啲分享，你聊下长怎来讲。你今日当放映绕墙道嘅系 Misa 吼，哇！因为 Misa 今年嘅金曲奖入围是红太奖，太棒了，太开心了。其实我们上一段节目其实有讲到，就会你那种转系给理念，对不对？哇，其实他给他谈起来，可能觉得很美又很诗意。然后爱吃豆会按钮，你黑公你真营不是很听得懂，我觉得就赶快去听歌，赶快看歌会按钮你，该一堂歌哎，然后认真的去读那个歌词，你就会知道 Misa 讲的意思黑嘛改，因为他给他谈起来会觉得哇，好像很哲学，又好像很抽象，对不对？然后觉得，可事实上，这真嘅就会 Misa 给用的啦，你就会按用给你，你头哪都凶的事情就会按用你。我说爱吃到弹佢嘅音乐，看佢嘅歌词，你就做得感受到佢会讲嘅事情系嘛该，然后再反馈到自己的身上，是不是你也有按用嘅经验、按用嘅生命历程，有按用嘅相关事情嘛？爱去告诉会按用你。那在上一段节目呢，那首歌。跟我来，太爱，对，我们这边又准备一个锣鼓演绎，跟你的歌词有一句话是重复的，可是意思完全没相用哈，那个是很诗意哦。我们这个很务实，因为都务实嘞。昨天用西烟强讲一下嘛。上船唔共家，下船來王名係嘛？哇！上船唔共家，下船來王名。好像是这样子。先強用另外一個講法，係講上船唔共家，下船洋洋叉叉。哎，差不多就是按用的意思。不過意思就會講，就是你要抽船嘅時間，家私冇講好，有冇？然後下船的時候才那邊別人說，哎呀，你按用對，所以其實就會講，其實有時候哈事情要先講好，我們要先小人後君子。嘿，咩同 Misa 嘅講嘅完全冇用嘅感覺，這個真的很務實。不過就會有一句話，阿同你嘅歌詞強用哈，今天強用同大家嚟分享。要給鑼鼓演繹，突然那麼務實之後，想要趕快回到詩意的歌曲裡面。其實迪度嘅歌曲哈，愛吃到很多首的歌詞，我真的都非常喜歡。不過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哦，就Misa你那段時間在做音樂的那段時間，你特別用了你的塔羅牌，對，然後去每一張牌就請一條狗去做那個意境的對應，對嗎？應該係講啲錄音錄好之後呢，你後製的時候會有一部嘅時間，因為你冇事情做嘛，跟我一直都有。我很喜歡這個神秘學的東西，心理學、神秘學佢有當多嘅象徵嘅意思啲底度。嗰時候嘅當時呢，我就全是底度設一條歌曲，我就每一條歌曲我就用佢嘅歌詞啊，用佢嘅意境啊，想要講嘅事情，我就請到一種塔羅牌來撈佢對應。
对，那你要其实要转系低度哈，我们今天特别挑了3首歌，对不对？没有办法。其实真嘅，我知道會講唱會張周的咧，還有大吹鼓中的。我知道因為我會講唱會，我知道你會唱一條歌誒，然後講一下佢嘅故事，唱一條歌誒，講一下佢嘅故事，然後再對應塔羅牌，按鈕就清精準，你就會很強烈的感受。不過我想講，我們下次可以這麼做，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idea。不過點不你就同大家來講，其實有3首歌，你有特別找到3張塔羅牌來對應，像桃花行啊、跟我來，還有雙雙，對嗎？那你要不要幫我們分享一下？你昨天先講，剛剛開始嘅時節片頭，我有唱一條歌曲，人都聽捱來捱啲順嘅把柄嘅眼。嗰條歌曲我上海講嘅事情係安尼，就講你下有一個新嘅機會。不管係啲本來嘅沙比，啲本來嘅團體啲都可能你被排擠啊，可能被邊緣化，但係呢，我本人一個新嘅機會都。懂唱你這時節搞大富翁遊戲，你抽到命運或你抽到機會，你係一個機會，就講我呢下呢，我啲順嘅話邊嘅我可以聽下來。你為呢種牌很多命運之輪，佢就係一張，這是命運女神叫做 Fortuna， 然後她在這個船上的面當也帶下有水，水路係一條夢中的路，水路係一條自由自在的路，佢唔像你陸地上的路有紅綠燈啊，會限制你。水路人係自由自在，嗰時候你會有一個新的全新的機會。你遇到這張牌的時候，就代表會有新的變化，一道新的變化。唔可以佔無，唔可以停佢希望，唔可以相信佢無。嗰時候係講停下來，唔可以停下來無。哇，好浪漫哈！嗰時候真嘅就是你找到這張牌，然後你也找出你自己對這個牌感受的詮釋。對不對？然後同幾條歌曲嘅對應就會按鈕你。或者說他可能會講聽下來，其實你剛剛講那個哲學家，那時候是因為那個時候流行黑死病，對不對？哈，那把一些好像把不好的東西送走給按鈕嘅感覺。唔講你可以本你在幾分，你會聽下來嘛？就像這個牌帶給你的感覺，對不對？好，我選擇要。愛抽的，還有第2個你來看一條歌曲咧，專輯嘅序曲很多頭髮香。頭髮香呢，我先兩種牌，因為頭髮香係我每一種專輯都會有一個用傳統嘅曲調來改編。嘅頭髮香我寫詩句歌詞就講頭髮香嘅時節都好春光爛漫。這是一個很理想的一個跟着船出去旅行的時候。我說你還有一張祝福。兩種牌是塔羅牌第一波一個死神。死神這張牌大家會覺得它比較不祥啊，就講第有很多的電影啊，還是戲劇裡面都有出現過說，算到這張牌，可能事情給我結束誒。但係佢代表的係，你下事情告一個段落，其實很像畢業典禮。我們都會說到鵬程萬里，對不對？一個新的里程碑，就會講其實一條事情嘅終結，但係也係有新嘅東西，我哋要俾開始。你看你入邊一隻阿婆有冇？佢係一隻咁樣人都摸他，佢係一隻真實係一隻阿婆，就是他是管這個命運，就是佢會管那個命運的紡織機。是。佢啲東亞嘅時間多咧，佢就讓兩個先嚟檢睇。兩生人嘅生命就結束嘅，但係下一輩子新的開始咧。嗰時候就講，我覺得以前講到戲，你會懂講，但係呢，佢也有機會本做一個全新的祝福，一個全新的開始，一個新生的開始。所以以後如果黑公抽塔羅牌抽到死神，也不要那麼害怕，還可以告訴你按鈕。哇，我覺得突然很正能量哎，對不對？黑公你抽到死神，趕快就來聽這張專輯的《桃花行》嘛。嘿，這新嘅開始啊，我真嘅按鈕你那個生命唔係就會像一隻蛇口洶湧，一隻眼前洶湧，一直不斷的在裡面循環嘛，對不對？在循環的過程當中，我個人認為。兔語腔很適合這首歌嘛，我在那種循環，其中一首歌有幾月堂寬啊，還有一首歌也很有意思。還有一張牌也想跟大家分享，因為我給你哇，顏色很漂亮。這3張牌都是我覺得特別美的牌。兩種牌呢，佢係塔羅牌裡面的戀人。我先兩種牌卡來講，有一首歌叫做雙雙。雙雙係講人啊，講人啊，也係講三飛啦，世界。
全部都有二元性，全部都有双面性。像是有人给可能就像我们说有手心手背嘛，然后一面颜色比较深，一面颜色比较浅啊。对，也讲有光就会有影子，其实事物它都有相对性。是，像是你可以看到一张影片，给单冲一张面胸，但是你不去了解它有另外一个面向，有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这样讲话？中华人按用功法，中华人按用做事情，但是其实人都会懂复杂呗。但是这种复杂其实里面又有一种单纯。这个恋人牌啊，的确会供两种对立方面的人。其实我们人有时候会被自己老是感冒汹涌，或者说跟自己互补的人吸引。对，恋人牌给宫呢，就会这种不同事物之间的连接。是，那这都其实从一个人身上其实就有恋人，一个人身上就有这种相对不同的面向上面的很强烈的那一种连接，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就讲聊到世界有对立的东西，不同的东西也好，但是有一个力量是把这个东西连接起来的，那一种力量就很多恋人。对，可是他刚有发现哦，其实你谈弥撒按钮分用，就第一，他跟他刚刚讲专辑里面真的是一致的，一个概念就会按钮，因为俩数狗口公黑双双嘛，对不对？就因为一个狗直接按钮下来，比如讲双生脚的鹿，一只脚长叶，一只脚开花。狗嘛，一支狗开花。那其实讲的就是两个对立，两个某用的东西。不过其实就像你讲的，在这样子的一个二元里面，其实它其实是可以包容成一个比较周延、比较完整的一个概念跟理念。那跟一开始讲的那种转系，其实讲的就会共用的东西。对，因为同弥撒也还某共用给你。不过其实你会发现不同的面向，光跟影子，其实它们就是一体的。对，都会带来不一样的美好。哪个干部会按钮你嘛？所以他的歌词真的，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为什么会歌词让我觉得很震撼。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首现代诗。安哥给我们的按键单跟现代诗，每一首现代诗背后的意涵又非常的哲学性。哪个干书会按钮你？对，所以我想你自己也应该也非常喜欢，因为几乎每一首就是。是你自己，都是个用的声音的呀。感觉排声音爱用功，真的，我是几乎要脱口而出说都是自己生的小孩，真的是这样子。要就会其实底度供给，像我说我很喜欢《兔语腔》这首歌，在里面，因为记得比如讲记得有几个狗子爱用下来。就妈妈为什么那个石头是圆的？对啊，结果给下一个嘛，因为它滚了很久。对，那就知道很感动哎。对，为什么石头是圆的？哎，你知道他经历了青斗的事情，你不知道那个事情是什么，所以他现在变得很圆。对啊，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的枝枝叶叶啊，你经历了很多的磨难跟苦难，其实是将你很多的枝枝叶叶去做一些修剪，做一些。磨练啊，结果你得到个结果很用哎，这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对，爱去干书黑暗用啊，我就特别喜欢那首词，所以啊才会入围最佳作词人奖。因为给你邀请伊莎来，就是要好好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感觉。他刚刚可能会骂我，因为我给他拖给时间，还用滚一拖。对不对？因为你在国科的转换是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其实没有转换。哦，真的没有转换来下歌词测价很用行业了，用行业去上嘅。嗰時候上嘅時間同困難。滿青頭嘅欣賞冇？要青頭嘅欣賞，有請一些歌目呢，因為有些詞真的很有意思，對，所以要特別去。不過欣賞太體係啲愛爆米有一些歌詞我們啲行業使用版下嘅時間，我講得出來，但係我們啲用版下時嘅時間，就行業欣賞就幫了很大的忙。哇，太棒了哈，真嘅，所以你看我講唔錯誒，嘿，課餘思考哦，太高一啲哦。啊，因為個精彩嘅故事就得到大家嘅分享聊下，等下再嚟講。今日正義東方伊就咧繞場度彌撒裏度咧，偏到大家咧
咋个一百分雄安都够 Q， 我觉得每一次讲摸 Q 改够 Q， 还是会有一个新的感受，我自己觉得。然后有时候一首一首够 Q 听很多遍，那个感受又会改变。对，哪个感受会很容易。不过其实亚拜吼，泰卡都迪，这每一首歌其实词曲都是创作都是 Misa。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次很不一样哎，你跟东京中央线一起合作，对迪度其实泰卡可能有青董影可能吉林迪耶就会透露上，对，透露他是也跟你里面有很多的一起共同的创作或是编曲在里面，共同制作，做的很高哈，对，故说沙哈嘞，其实你应该是很有感受，对不对？这次特别跟透露老师一起合作，要不要分享一下？我认识透露上是可能第2012年的时间，2012嗰陣時因為都好有機會做啲合作啲闽南嘅片同聲音嚟共下錄音，下過來就可能每年都有1條歌、2條歌、3條歌，安尼嘅一個合作嘅機會做聲音嚟嘅歌也好做嘅我們青少年的合集也好，就講我一直都同評審透露上架嘅，因為你提供彈一隻音樂人彈一張樂曲，你聽到最後，其實你聽的是他自己嘅性格，還有他的世界觀，其實聽到的都是他的人格。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架嘅自己嘅作品也好，也係講佢同無共樣嘅音樂人合作嘅世界，它呈現出來的一種很寬廣、很沒有設限的一個世界觀，不知道，就心裡就印象講，透露上都會愛東上嘅合作嘅一隻音樂人，但係愛一直有一隻想法，就出到自己還沒按成熟，還不夠那個高度、那個成熟度去請佢一起來合作我的音樂。雖然講大概見面嘅時間，佢都會講Misa 講有機會我們一起合作這樣子，然後我都會好像很開心，但是心裡又會覺得會不會是場面話？哎呀，尷尬係嘛？係啊，後面一直都去年吧，就我決定會做兩種專輯，其實大概都會錄前一張專輯錄音的那個當下，就會有下一種我會做馬改嘅想法出來。但係我會花一些時間去收集材料，還有讓那些想法發酵一下、發酵一下。都一直到去年嘅2年嘅時間啦。我有一天就剛好6月4號給你，就很剛好哦，就我也唔知為什麼剛好會是那一天。我給你上來台北做一隻發通，係一隻文學獎記者會，就我去做表演。那一天跟很多的詩人見面，還有跟他搭嘴鼓聊天，我突然就有一種一衝本嘅閃電，就是 strike 這樣打到，就猜到講我要電馬街喏，做乜唔喺呢下喏？所以那個當下我就決定了，好，我今年2種專輯我就會做出來，我要請透露上來合作，我不要再等了，我不要等到什麼我40歲，等到我很成熟這樣子，我搞不好明天就死掉了，我不知道。我就請佢，他也是很開心的，馬上直接就答應。實驗跟梁時一條歌曲都很容易，跟梁時我就是有初步的想法，老實講，我想要做這個概念。但係呢歌曲我會在接下來的1-2個月把它生出來，我一首一首寄給你。我說2年到半年嘅時間，我就是2個月的時間把專輯的歌寫好，一條歌一條歌，基本嘅就要寫 email 就老給。解釋說這歌曲我要講乜嘅，然後後來我們就有機會見面，就跟他討論這個歌曲要怎麼樣去編排，然後要找誰來錄音，找哪些樂手來參與，就給兩個共同製作人兩個角色啦。我覺得他帶給這張專輯非常精彩的色彩，還有兩個想法，還有他自己的彈奏。他是這張專輯貝斯手，然後也是鍵盤手，鋼琴跟風琴，還有那個口風琴那個鍵盤都會給。我上海車到禮拜有機會到東京中央線有起透露上，還有另外還有。Ken 上還有 Noli 上，對，不同的樂手的合作，對我來講，嘿，東涌嘿，我好像
想要比起来一个腰婆，我刚好找到了一股上升气流。这个上升气流这么强劲，然后这么的让人好像，哎呀，我就是飞到太阳的光芒里面去了。哇塞，你很讲哎，画面就会讲那种热风来袭，气球就升起的，哎呦，给感觉哇，真的很开心，因为他们都是好棒好棒的音乐人。对，如说你看到唐蜜是安阳分享，我们沙河了有一条狗桥。对，其实有真的青岛的故事走在分享，不过时间的关系，其实这首歌《海鸥》也是跟透露上有很多来回的讨论跟想法，对不对？不过我想讲，我们先听歌，好吗？对，故说要听的就黑亚树海鸥。有一双月光，趕到朝陽嘅渡口。名義是南方，空葉茶路的渡河，飲兩條的歌，粽葉同我的渡河，逐隻花啦我，用啲飲我的渡河，無言點火。航向嘅無卡，它被水路變成孤獨，一張一張搖搖擺擺，抱擁海橋，變到鹽水化成海潮，潮落。海渡，飲到鹽水，發酵變酒，南風帶呀帶呀帶茶香，海潮啊海潮，發啦我聞到鹽水，變做海我，隔壁唱歌，海潮啊海潮，隔壁唱歌，海潮啊海潮，隔壁唱歌，海潮啊海潮。我觉得我很善变呢，我觉得我要把我的第一名改变了，要变成海我。对啊，因为照顾糖一百个感觉就会很有画面，而且这首歌好愉快。好魔幻写实，听起来像个童话一样。真嘅，按容易，就像讲，迄讲，沾到盐水还会变嘛开，就是按有个心情，就是哇，我应该还是很有这个想象空间，很有梦想来前进，对不对？这首歌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其实亚述狗曲你给创作，后路上就给你一些，他就好像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一种有礼貌的方式吵架。所以他一开始就知道，黑妹对亚述狗曲给一些，他有一些意见，黑某。伊讲啊，咪啥了贵重准许吧，太多山坡的歌曲，太多三拍子了。两条歌曲又是一个三拍子，因为我们一首一首讨论编曲的时候，两条歌曲应该是最迷搞本曲的歌曲，故说这首我们就放在最后讨论。他就说太多三拍子了，这首又是三拍子，又没有不可以。其实讲，因为在听觉上来讲呢，其实山坡它比较难有编发，但是呢，你看贵重准许。1点钟的时间，你一直让人家听到重复的节奏，他就会觉得打没得事，走唔得。
就是你就希望讲，有没有办法我们把它变呀4拍子啊呀干嘛干？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中午的啦，要跳国票，他那个梦幻的感觉，就是因为因为给黑山碰嘛，所以呢，我就很沮丧。还就老给他说，Lisa 讲，我觉得这首歌超好听的，但是呢，我真的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他就说，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们2个都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诚实哦，对，你有爱有给干过，他就是这样。他说很好听，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对，给就按那个，就是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这样子。OK 好，所以呢，我就说好啊，我们来尝试一下，我们用4拍来做看看好了。结果呢，我就做了一个雷鬼的节奏，唱完之后我们2个都大笑。在那个电团室里面，那个大笑是有一点觉得我唱的很尴尬，我真的唱的懂港歌啊那样。我同就讲无，安尼来专心来当上一下好了呀。来专心呢，我就想不行，这首歌我绝对不能放弃3拍子。可是其实它变成雷鬼，来懂中医。那一直都想我有一只好高，跟一只节奏的专心地度。保明爱就老透露上讲，刚做的我们就是一半3拍，一半4拍，做 demo。中庸。对，然后就很像前面有一个慢板的节奏，它开始有一点沉潜的感觉，然后结尾我们就让它飞起来。后半呢，我们结束那个节奏，我们就让这首歌飞起来，就是进入一个4拍的感觉。真的，透露长说，我觉得可行哦，买车都做对喽。然后我们一试就觉得，要跳国歌就会按的，就会按钮，就会按的，就会按钮，真的。所以真经古时候要总转型，真经做一堂都青懂某 Q 给感书同发明。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要分享事情太多了，我赶快来做一个结尾。我们要去哪里买这张专辑？泰嘎的各大唱片通路啊，或者是网络上博客来都做得前面的真嘅。然后呢，下半年Lisa有青岛案有个共冲嘅巡回演出，对不对？专门就 V 到2种转型，所以对秋天的时候要来共冲一下。错，所以係講呢堂轉型5禮拜，然後就得以參加共衝會，最美。我们要有实质的肯定，然后再一次的恭喜入围，好不好？好，谢谢 Lisa， 謝謝伊莉，哇，天明下來，你做乜介做論壇了？